之前中国的侦察气球事件造成美中关系紧张。英国的 BBC 又搁表讲，中国的侦察气球嘛伫亚洲的活动捌飞过台湾甲日本的空隙。也毋过，咱国国防部是认为，这应该只是一般的气象气球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认为，中国利用侦察气球在进行军事扩张。国防部是强调讲，目前掌握大部分拢是气象观测，若是有威胁到台湾，一定会甲气球拍落来。中国侦察气球进前鸟震动到美中的美英感情经，外媒 BBC 节目《讲角镜》咧讲，中国侦察气球伫咧亚洲活动的新证据，包含飞过台湾，也搁有日本的顶悬。一粒侦察气球伫咧2021年9月初飞过日本的北平，也若台湾气象局伫咧9月底嘛有翕到2张气球飞过台湾顶悬的相片。咱咧判图是讲，认为这是一般的气象气球，毋过节目内底咧讲，这粒气球的直径、运作的宽度，看起来个亲像是飞去美国啊，搁有日本的侦察气球共款。那这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了，中共确实是国际麻烦制造者，完全不遵守国际规范，恣意的以军事行为、间谍行为去骚扰周边的国家。节目咧讲，中国执行的侦察气球的任务上介少还佫有5年，日本已经做好要甲接落来的准备。针对台湾的措施，国防部表示讲，掌握到中国的气球，大多数拢是气象的观察的用途。毋过，是毋是要甲接落来？国防部的立场真坚定。大部分都是由对岸的气象单位所释放的。那成都之前在金门所识获的，也都是气象观测用的气球。针对这个媒体的相关的臆测，或者他们的报道，本部是没有任何评论。这个气球它对我们来讲是有威胁的，我们也研判它的确是有威胁的，我们会一力来实施这个击落跟摧毁。针对外交部长吴钊燮公开咧发话讲，澳洲派武官驻台，军方人员透露讲，这干那会当做袂使讲。若是甲讲话就无效去，对这件代志，国防部回应讲，表示就有名的军事交流，依持平等互利，会煞咧来策动军事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本地。